今仔日是风台过后开学第5天，也是有3万外户无电，台电也甲民众会实的。因为这风台过后雨水真大，亲像台南麻豆、嘉义、七股一寡所在拢伫咧淹水。现在讲到这麻豆的文旦优势拢落了了，市政府也有统计，即届台南呢有7600外户厝地受损，下晡也宣布这灾害救助办法。那准这真家厝损害到袂当住人，一个人会当申请2万块，一户上侪1010万。 这个叫做柚子地毯。七十阁拄到低压大甲西南风，麻豆区的雨不遮大，部分区域水淹甲大人的骹肚悬，文旦嘛，予积水冲去流甲规世界，车一个经过拢一直搞着。正人大大捡出来，捡出来路面，咱的清洁队佮咱的国军会来赶到3工安尼啊，系啊。今年就等于拢白做工啊。系啊，今年拢无收啊。收超有3万斤，3万斤进，超存0.05成啊，损失哦，差不多9成外啦。 同款灾情严重的七股区嘛积水，拄到电楼再去大潭里，虽然穿好抽水机，嘛穿好沙包甲冻水棒，水嘛是要淹甲大人的骹肚悬。风台过了后，搁拄到积水，民众真无奈。水已经进去了，只是说不要让铁门再吹坏啊。客家区是甲七十已经停电第5天，再去伫路的还阁会当看到倒伫头个电火条啊。啊，你也看啦，阮的门口住了啦。好。 台电为了拼抢修，伫嘉义新稳一天内为无够有才33支临时电火条啊！台南区段嘛是无够防护伫维修，大电人出勤，希望用上紧的速度修复。到下晡4点前，台南停电户数降到35000户以下，也对这个停电造成的困扰回息的。跟我们目前还在停电的这个住户呢，表达歉意哈。 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，就是在明天深夜能够恢复大部分的这个电力。这届风台，台南真侪厝顶拢赔了了，要民代呼吁各界关篷布，互民众热厝顶。因为全台南7600外户的厝顶毁损，将近1800户厝顶拢歹去，拢总21个行政区拢有这种情形。尤其咸水北河顶6个行政区，其中7个的厝顶毁损户数上济。昨天早上看到，规个厝顶拢掀起啊！ 台南市嘛伫70宣布灾害救助办法，因为风台地区死亡也是重伤，会当申请20万到10万块。灾损的厝无法度大，每人2万块，每一户上济10万。主体淹水超过50公分以上有基弹事实，每一户15000，一定为70开始受理到8月15，会当向各地区公所申请。记者采访报道。